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欢迎收看福气来咯。骑脚踏车是一个交通的方式，有人讲骑脚踏车呢是认识世界的一个方式，也是一个生活的态度。不管用的骑脚踏车旅行，也是可以享受的事情咯。今日我哋来邀请一位在地的好朋友，佢嘅工作呢是专门带队人家去骑脚踏车旅行哦。到底有嘅职业用办来培训，地方有用办的故事，我哋接下来就邀请佢同大家分享一下吧。马上来欢迎我哋来自女仆的王阳文教练，阳文。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係王阳文，係喺屏東女僕人。因为请教一下哦，前面有讲到，健康我嘅职业系两期的教练，就专门带队人家去骑脚踏车旅行嘛。你自家本身系专门系做一个工作嘛，也系讲你自家还有其他的工作呢？哦，那一家去南州的工厂的上班啦，一家人假日我出去了，然后屯屯他家人去骑脚踏车，然后对也两期的工作有兴趣的时间，有屯屯带屯他家去骑脚踏车啦。好，嗰时讲你自家平时有其他的工作，2年的时间还将来做一个两期的教练安尼嘛吼。系冇错，然后由于上课啊，上的人又开始咱提供嘅骑的时间，唔单止係咱讲愛騎腳踏車啦，對到還有個安全的部分啦，還有維修的部分，因為有好多也快，咱去慢慢的提供哦，你原來兩期安難，慢慢的進來去專業的部分咧。哦，迄乜嘅人原本唔講，我自家騎腳踏車騎啊好，想去突然想去再進修一下，靠一個兩期教練嘅執照啊。哦，也其實吼，那個騎腳踏車時間吼，講嘅講路況有發生問題而維修的時間，冇辦法維修，然後去網絡上提供有乜個課程有給搞維修的。哦，我看到嘅網絡上有講有一個零期課程，那有禮拜有給維修的課，那我就去報名參加，然後覺得零期課程越趕得越有興趣，所以我就開始投入了零期這個行業。哦，原本想到簡單去學一下，用辦去裝修一個腳踏車，冇想到看到一個兩期教練裡邊有一個內容唔如去學，冇想到其實兩期教練練到更加豐富，更加神奇，係嘛？係啊，冇錯，一個學嘅時間後，你除了安全的部分之外，你還要再注重我們在騎乘過程中的體驗，讓大家覺得說這次。就算你自己騎也不會有那種感覺了。如果有領騎帶的話呢，你會覺得說，哦，我在自己騎的狀況上說沒有辦法發現這些漂亮的地方，就是透過領騎去發掘的。所以講兩騎一個教練吼，佢一個專業唔單止顧，吼，我哋騎腳踏車是安全，甚至於講還要負責做一個拖攬一個工作，係咪？係的，係冇錯。有些也工作咯，除了前面呢。路線規劃之外，還有後背這種保險跟交通方面的運輸，我們都要去關心。然後再來就是關心大家的騎乘狀況。那我們在騎乘過程中，如果發現他精神不濟，或者是騎乘過程中感覺他開始臉色發白的時候，我們就會去關心，然後提醒他們注意狀況。如果有問題的話，我們就是麻煩他停下來這次的活動騎乘，就讓他直接回去。這個做一個兩期教練，唔得在學習的時間，唔能花1個月時間去學習花1個月時間來考到一個證照啊。那等佢學習的時間差唔多會花3個月左右。學嘅時間一個是喺佢上課，上課學嘅時間吼，就會開始去路上騎腳踏車去考試，因為主要係看你嘅。騎腳踏車的注意程度，還有安全的部分的考量，還有就是你要懂得如何去工作分配。哦，唔能喺3週年地步喺每禮拜上課呢，也係一個迷你上課啊。迷的2年人要上課。哦，2年都上2年安尼，拜6禮拜。拜6禮拜。哦，唔能上嘅內容哈，頭一趟安尼講，到底有哪條嘅內容係唔能實際上有上過嘅啊？像我看司機的前面的天氣的狀況，看觀察講伊的天氣也佢嘅活動日期有會落雨冇？我以為反而有一個方案講去預備，然後再來有迄個前嘅路線，我先畫好路線，從
高雄的话，可能对他出发，然后有人捞一旧，然后可能的客人想要的是什么？像我想要的是骑乘速度，那我就是安排一个比较长距离的骑乘。那如果我想要的是历史文物古迹，那些就像那个旗津的部分是有风景的，像那个哈马星那边就是从以前开始，就是会不同的历史开始到现在的哈马星，所以风格会不一样。嗰所讲唔能送咧，都包括遐地杯，甚至于讲嗰種結構啦、舊腐嘅部分，唔能也有送到，錯冇？係。唔能嗰種送結構啦，嗰種咧，還會不會另外去考嘅證照，像什麼急救證照、救護證照嗰度？哦，自家我去考的有長度，基本上的就是緊急救護 CPR。那还有就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在哪一个定点的时候有没有那个紧急救护装备，就是 AED。按你一個兩期嘅教練訓練下嚟考到證照之後，都可以馬上嚟去應徵去工作嘅嘛？還係我講有個像有個曾經講愛實習。也其實吼，講有認識，主要係可能有認識的冇啦。像來認識的個林科運動工作室，伊等伊會有可是從政府接工作，也接嘅伊會分批不然等，不然等的時候呢，等於可能伊的工作嘛嘅，等於慢慢的伊可是規劃路線，可是嘛伊帶伊等於做量體的動作。考一個證照嘅時間，好啲就要考上地杯。你這個有感受到講，哪一部分有對你這個夠困難，還是夠有挑戰性的冇？哦，也有吼，是一開始的時間吼，從好嘅東西，從平常嘅騎腳踏車東西係冇相關嘅，係如果係冇嘅從嘅想法冇用嘅，如果改變自己嘅想法，慢慢嚟去對冇用嘅方向去上攻，呀地方我用嚟行，用嚟騎，再來會講，唔該騎時間內做騎去呀嘅時間，唔可能假設下晝4點要結束。結果4點半人結束嘅話，會有影響到人下嘅安排，可能會後邊嘅時間會開始會有爭議嘅。嗰所講，這個睇學嘅時間，其實也反而改到嘅精神。那平時還會有練習嘅時間嗎？除了上課之外，這個私底下歸到路下還會練習安尼講，我用辦去規劃啦，這個去調整，也就會課程嘅內容安尼。也其實係講這個。冇兩隻工作嘅時間，有同輪朋友去騎腳踏車，冇有參加別個活動，可能別個兩期用嚟去注意講，也時間用嚟規劃，也路線用嚟騎，然後以後用嚟導覽，也部分可能等於慢慢嚟學，慢慢嚟學，慢慢嚟會變成自家嘅東西嘅。聽人家嘅騎車嘅朋友吼，聽到去考一個兩期嘅證照，見人有驚訝到冇？還係講見人也聽到去有考一個證照。伊等是講，伊等看到來去考牙的時間吼，伊會講有考過嘅，等等出去別個地方弄啊，弄起來人伊會講咯，那平常騎嘅路線嘛冇按到東西啊，弄你騎嘅時間，伊會看到按到東西，冇用嘅東西，然後大家又會講咯，哎呦，真奇妙啦。就變咗同頭擺冇共嘅頭擺，大家騎腳踏車有可能係搶運動，騎一個夾，騎一個遠，比可能是慢年嘅時間個短安尼嘛吼。唔過真正考到帶幾年出去一轉之後，發現到講原來有人帶動兩期一個部分，人哋平時騎嘅路線也冇相同嘅呢，原來係咩安尼種原因啊？伊等咧同人講，除了冇用之外。還有講有地方係去來過嘅啊，我會抵押地方有講嘅地方咯，然後隨講有地方係唔記直接落去，可能係上新亞咧，自家落可能係舊亞市亞，嘅風景會冇用，體驗冇用啦。甚至於講還唔係踩天然，結果變見咧，各數嘅踩天然還夠了解一個路線上，會有乜嘅風景，會有乜嘅景觀，甚至有好色好高嘅，什麼？也有人等慢慢，其實係講。那兩期吼，米拜樹了的時間會去嗰條冇去過地方了啦，慢慢騎啦，騎久嘅講可能也擺也地方可能叫人夫咧來挺講然後把叫人夫咧也時間記來，記來的時間吼，那到隔年同樣的時間之後呢，我就帶着大家再去一次啦。
我说讲，有参加一个两期的教练之后，等到我们平时的生活，对于一个路线啊，对于顺后环境吼，要更加要注意，什么？平时可能试过去、开过去路线的，更加看到的，还会注意一下有冇个好搞，又有个好看的风景，自家都记录下来，係嘛？係啦，像夜拜米農，可能新一代都因一厝迄個拔蘿蔔的季節，拄好來有去多去個時節有去過去，看到哎呀，大家都給拔蘿蔔，還有可是有給種花的時節，然後先把它記落來，等到下拜的時節有時間的時候，帶大家去過去啊。係啊，我唔做就會安尼啦。觀眾朋友。原來啊，我哋英文即個希望去教個茶，真有興趣去考一個兩期教練的執照。不過兩期教練佢體擺係用辦的情形呢？等一下還有更多神奇的故事，再來聽聽同觀眾朋友來分享哦。前面因為去教他查一個興趣吼，去考一個兩期教練一個證照。第一擺做一個兩期教練係用辦的情形，佢用用辦來做一個工作呢，繼續來聽佢分享吧。因為做一個兩期的教練啊，一開始唔係自家一個人吼，考到一個證照之後去接一個工作，還係有加入伊個團隊啊。自家有加入個領克運動工作室，那等有個有嘛工作吼，給人的教練。給小助教練會跟我們說，會交代我們工作。那我們接到工作的時候呢，我們就開始規劃行程，規劃路線。那規劃的時候呢，我們就是會依客人的需求決定說，我們要去哪裡。那客人，我們這一次的想法，我們之前有接到一個工作是說，我們客人想要去墾丁，那可是他們呢又不想要自己騎腳踏車過去，我們就是說，我們就安排遊覽車，然後人帶着自己的腳踏車，我們上遊覽車，坐遊覽車到墾丁的旭海。那我們就是從旭海呢，慢慢的往那個牡丹，慢慢的騎，然後沿途主要是欣賞他們的風光，海邊的吹風的感覺。那其實我們這一段路程呢，我們就是沒有做導覽的動作。沒有做導覽，那我們就是慢慢騎，然後有特殊景點的時候呢，我們就停下來跟大家說，這邊拍照很漂亮。那我們就是主要是為大家拍照，留下美麗的紀念。我平時喺工作啊，可能也個性應該也係個微商一些事，咁唔可以同人家去交流嘅。可是你能做一個兩期嘅教練，一定會做投籃一個動作，一定會同人家去交流去講話嘛。你自家會唔會？有真微商，也係講真緊張同人家講法安尼。那個時節吼，一開始其實唔敢同人家講法，其實有麻煩嘅那個朋友講嘅當嘅工作人員，伊幫來講有乜時間，乜多耐乜集合，聽咪好，可是來慢慢來隨人講，係冇辦法，因為唔認識來，人哋講有啲兩期。可是也蠻贏，慢慢的講究的，又可是會主動去講法的，主動一起人家聊天。其實你係有一個工作之後，再天天的轉變這個一個想法，這個一個平時的應對的方式啦，讓自己可以變得是個外向一些安尼嘛吼。係冇錯啊，其實也地方吼真的愛多去練啦，係冇真的有條人吼讀到。以前每次你上嘅人，伊會嘛唔會講法，然後伊咧伊慢慢去，譬如問嘛嘅，伊嘛冇講，到天咪發，伊嘅身體冇鬆快嘅，即咩係到後半日等於去聊天嘅時間發現呢，可是不如說可能伊可能係冇力咧，還是有人不如用幫他按摩一下，然後讓他舒緩。轉症狀。冇錯啊，有個也係教練輕鬆有個工作，因為冇同人下交流，除了講冇法度好本佢好好享受一個路線之外，最重要假使講有乜嘅問題，像唔得到講嘅冇爽快啦，佢就冇注意到某一天後心佢都變嚴重嘅，到時就都來唔切嘅，好冇？也真係有時間好可能嘅起腳踏天嘅時間，會有聽到人嘅冇力。就會中暑，
中暑的时节吼，无办法给他处理的话，也真的会清洋葱，因为那等去的时节吼，那等我去路上看嘅观察嘅面对银行的状况，看到有问题的时就赶快去关心他一下，那最后会发现说，哦，还好他只是没有喝水或什么，或体力不支的部分，那我们就是可以及时的应对。你因为家你有个工作是之后，你的工作像两期有个部分嘛，还是讲平时你有其他的工作任务，你係用办去分批有个工作的呀？那等也其实可能2年的时间可能会得出来做2期的工作平常的时间可能都会用做个天职的工作，像会安排路线，去联络游览车，或某保险的部分，也条地方吼，就没有一对去确认讲伊的资料有多冇，有多的话，咱可以确定吼，也条的路线冇问题的时间，等于可以较安心的去考察。你讲好嘞，睇路线带量的部分呢一回事啦，吼，咱讲有个规划路线的部分，睇规划路线的时间，咱自家会注意有哪条的条件，也係讲也有那种。个贴配的路线不能走的，个都摆不影响个层面，有安尼吗？也摆较旧的是迄东港啦，东港嗰片有个太平湾，嗰片有绕一圈嘛，有青岛的湿地，然后带个人客去慢慢一直去，个地标其实有6个湿地，个6个后，然后慢慢先开始安排时间看。路线要用的去较安全，唔可以，基本上都会右转，唔会讲左转安尼。左转的话，可以有2段式左转。喺某位唔会左转的时候，可能后背有车冇，喺冇车的方向可以左转，安尼的话有2个会跨越2个路口。右转的话，右侧要转过夜，所以安全部分又较冇问题，所以来骑的时间差不多会顺时钟在骑。安尼对于安全的部分来讲，较冇问题。然后再来有咱前面会有啲2期，中间会有啲小队长，后背有啲电号，然后会有对讲机去讲，随时注意人客的安全，还有状况，可以用对讲去关心，然后去沟通，也问题。嗰所讲，唔能睇规划有啲路线，安全係第一個考量嘅部分嘛，吼。路線嘅長途，你看人客用辦嘅安排，也係講今日用辦嘅需求。還有其他冇？其他人會考慮講，有個可能風景那只個獎啦，也係講美食個多，會安尼考量冇？有其他加分嘅考量？講也嘅話，可能人客嘅可能路人甲較多，還是攝影嘅較多。攝影的較多的話，可能就會帶伊去可以高的地方，希望會有去 DIY 的地方去規定體驗一下，然後老人家可能就會去較簡單的路線，然後再來又會去有共鳴的地方，像個老漁村，或係某個嗰種歷史古蹟的部分，慢慢不能體驗一下講嘅感覺，突然。這個喺啲地方有乜冇用？因為你這個做一個2期嘅教練，今年有個團隊工作1久嘅今年來差唔多嘛3年左右嘅啦。3年，你能帶過應該帶過幾多團哦？帶過幾多團嘛？冇講幾多團啦，唔過可能特別印象嘅係對個台大 EMBA 去環島。你要環島哦？但環島差唔多一定規劃係10日。對台北開始去，一年差不多規劃100公里，100公里可是有條因為冇辦法去的時間，會送給保姆車，你慢慢的去，然後給保姆車送休息，出年又慢慢的去下來。2期的部分一天會體力一天會比人客晚迄冇辦法，體力到天面會半個人客放下來，安尼去下來後真的。睇唔到啦，然後到天面講給人後會講2期都安尼，冇按體力都來體力都完變好。個下面子。
系啊，唔能安尼顺利地步骑100公里哦，安尼会唔会有人踢你骑的时候骑到个脚会丢筋啊，也讲铁腿嗰种的？哦，也目前嘅时间是冇拄到啦，不过有条有水毛的水果条，风来会风雨来啦，因为铁桥嘅，因为我生日每一年都会骑100。系啊，安尼差不多有条有水差不多多水10分钟或半点钟，安尼对咱来讲是嘛系一个问题啦。但是我嘛会骑嘅时间呢，骑到对嘅饭店，安尼嘛会骑一定准时出发，安尼动间我可是注意时间部分，安尼也嘅时间真的挺为难啦，因为人好体态，可是但嘛会对时间负责。对咱来讲，这一个挑战啦。安尼假使讲，真是发现到讲，有的人可能速度过慢，会影响到的时间，能不能用慢去调整其他个情形，本大家的速度可以提升上来。还是讲，真是无法度的，同伊讲可唔可以去保姆车上，去休息一下，本大家的速度可以休息，也可以本大家的速度提升，能用慢做。基本上来讲我先处于讲，也们后背还有差不多1多公里，安尼骑过夜话，可能个体力还拉骑过一毛，拉的话不慢慢骑，怕等会后背会有赢，肯定是强。如果假如讲这个冇办法嘅，后背有个茶位可以送茶，你可以茶空休息，咪可以体力你可以培养下摆骑嘅体力，然后再来一位可以骑茶空。看风景，唔是按开，就安尼嘛只有这样安尼一个方式。这对你自家来讲，像反道也个各长的路线，一般平时嘅一年地步嘅路线各短的，也两种来讲，比较各喜欢哪一种的路线呢？较短的啦，因为较短的去差不多，可能一年差不多可以去20-30公里，安尼可是安尼骑的时间你可以慢慢的囤。嘅零下嘅功法，然后看伊嘅气味嘛嘅，然后嘛可以认识冇用嘅人，可能认识我一摆可能认识嘅迄嘅医生，下摆认识嘅嘅先生，可以认识冇用，然后等较教伊讲，慢慢骑，慢慢欣赏风景，慢慢嘅聊嘅功法啦，安尼讲伊来，大家会认识嘅较多人，然后大家嘛。对个认识会较多，对两期的工作的认识嘛会较多啦。观众朋友，原来的两期教练一点都冇简单嘞，事前还会规划一个路线，中间呢还要注意你还要安全啊、时间啊、吃的东西等等，一点都冇限哦。不过其他的工作还有更多神奇的部分，四比茶继续来同大家分享哦。我们头头同人分享佢带团的经验同故事，其实我真是想要了解讲，今日自家带一个品动，尤其是我们自家6队的路线有哪一条的内容同故事哦，我们继续来请教一下吧。因为我们带安导团，尤其是我们规划安导的路线，因为自家喺品动嘅客家人，我们喺规划一个6队的路线时间，你自家有贴配家人一个客家的文化喺地背冇，也係講我們會貼配規劃哪條鄉鎮的路線啊？一家可能就有像闽南、尼泊的，还有像嘉东一条地方，一条地方人都有特别规划，讲用嚟去，从对尼泊的出发，还有对到尼泊的绕一圈，差不多30-40公里，一圈差不多，可能我去个水的，可能个大屿山下坡的都可以去，然后像闽南的话，就特别看法。然后看个闽南湖，看嘉东的话，看个古厝，一条地方呢，慢慢的，可是讲把它统整在一起，然后看规划2年、3年的发通，俾大家讲尼泊的个客家6队的文化有安多冇用的地方，因为每一个地方的客家文化系冇用的风格。
像像六队的像个天后宫、尼泊的妈祖庙，这片吼，因为六队开始的地方，慢慢的往旁边延伸到加东，体验到美浓，也地方会开始不会本迎合地六队嘅文化啦。就譬如讲假设。即个系女仆的人嘛，睇做一个女仆的路线规划嘅时节，有发生过个我一个路线底部结果喺我即个魔术师也讲冇发现过，也系讲一条路线喺即个全部讲同大家讲，一个我韩式睇下神法的有那条路线我能可以规划你有安尼嘅情形冇？就系有可能喺即个冇发现到嘅，也系讲其他人冇发现到嘅，提供出来嘅路线的规划时间。也地方嘅其实讲我前。嘅，睇你去當地嘅人，才能講，加大講，也地方那邊較講，分享不來等，可以那等那去進行規劃，可以也路線吼，有人去，可以你去也地方較講，可能冇用嘅人提供嘅意見冇用，那就可以把同等在一起之後，又慢慢的把它規劃成一個完整的路線，也路線講，會。他講亞地方也冇去過，亞地方內面冇去過，到天面對啊弄起來嘅時間有個完整嘅路線咧。以女僕一條路線嚟講，推薦大家用辦去騎個好啊。女僕嘅話，差唔多大家去行嘅太大眾交通工具，反正坐火車都西式火車站，然後對嗰片面嘛有個 U-bike 可以租，開始慢慢騎到嘅女僕嘅天後宮。然後都去到嘅平科大，然後再去到嘅美好嘅古厝，然後再繞過去西式火車站，一條繞一條，差唔多30公里左右。一個雙方嚟差唔多係1年嘅行程嘛，錯冇？係，差唔多1年啦。你假使講，我想講，個了解些些，時間個長一些，綁到2年嘅話，有用辦嘅建議呢？2年嘅話，可能會建議講。對，伊用對西式火車站出發啦，開始對到前到尼泊嘅鴉片繞一圈繞好之後嘅差唔多嘅尼泊嘅休息，休息嘅時間都對加東嘅出發，然後加東嘅繞過去嘅時間冇用嘅風景，有可能海邊啊冇用嘅邊嘅文化會冇用啦，然後到天面再繞去嘅崩寮火車站對嘅過去。到崩寮嘅時間，即係坐火車過去呢，也係講唔係行開在汽車頂過來。到崩寮嘅時間，因為有人會煮茶嘅嘛，如果會煮茶嘅話，直接坐火車直接過去嘅。喺唔嘅直接去腳茶嘅話，火車咪可以再腳茶，唔怕嘛喺直接把腳茶變喺火車站，變喺火車上面，然後騰火車嘅腳茶一起過去。你有讀到講一種人行講，我參考唔同嘅行程，我會對。安尼行對女僕嘅騎士啊，女僕嘅，然後都行到一個可以順到崩寮，結果我想講我行可以騎個沿山安尼過去路，對到崩寮行個150，但繞過來女僕有安尼定一天嘅行程。嘛也行程嘛有啦，只是我可能我體驗啦，也差唔多嘅解落差唔多8個公里，我體力拉法，那就嘛可以騎1日騎hết。冇拉法嘛可以安排2年把它騎hết啦。也個算進階行程嘅吼。其實你能提供嘅服務但係其他嘅資訊，你能會提供一些建議啦，吼，針對一個行程騎腳踏車嘅部分係嘛吼。嗱，我特別隨人講嗱，我騎腳踏車嘅時間也安全部分有準備買嘅東西，嗱，我去講也條東西去那買到，也個安全帽啦、衫褲啦，將唔去舊嘅。嘅師傅會通，就會建議去買個茶壺。然後安尼翻嘅師傅唔會通，腳踏車部分可能會去北山咧，冇去夾嘅，都會同佢講唔想去用嚟去，但係會同佢建議，可能以上嘅話會自己買。安尼因為你咧規劃路線，大部分都係路線規劃出來之後，看人客有1多年來參加嘛，你能有接觸到嗰種客製化嘅行程冇？客製化行程嘛有啦，像嚟也拜2月15號有個團人嘅團愛下來到尼泊嘅，又講愛規劃一個30公里嘅行程，
就慢慢开始规划好的时间，把路线、时间，然后交通工具规划好的时候传给联络人，啊，伊就会帮人去把公亚资料分给银行，啊，银行觉得 OK， 那等会开始慢慢的给等更多的资讯，像人家地方会做嘛个，会开始讲，会一些较讲的相片不等看，好等吸引他们更多人来参加这次的活动。因为按你问那个，有的银行个贴片咧，可能会提出比较特殊的要求，比如讲，人来到鸦片，人底下讲鸦附近有几多的路幅，也有几多的白宫，我贴片人讲主题式的旅程，会唔会有按你银行啊？甚至于讲人类的美食之旅，就专门来是人哋客家办的啦，呀，几条的，我有贴片有多多个按你冇？有青岛啦，其实都贴片来嘅从客家的地方啦，吃嘢嘅美食，好，适度伊就会去品尝很多的不同地方的客家美食，哦，是旧的，伊就会讲哦，遐地方的较好食，啊，那地方较好食，啊，那等会开始慢慢的，固定讲哦，遐摆地方哦，去讲旧的，然后会固定来遐片的地方哦，礼拜办活动有来边食，啊，礼拜伊那有那边食，到地面都会存给商店达成一个合作关系。叫佢讲哦，嗱一擺有體育活動哦，睇到20個人，然後佢把留意嘅過去，然後馬上時間會過去，安尼叫佢開始講哦，慢慢地幫助伊嘅富強那個經濟效益啦，帶動嘅地方上嘅經濟啦，吼。啊，除了安尼之外，有其他嘅改變係因為今日一個兩期嘅教練也係講參加嘅發通，有觀察到一個現象無？哦，也好嘛有兩上嘅人客啦，伊交代講哦，也氣候查清好，然後也兩期帶發通嘛清好高，啊，因為特別去請講哦，那邊伊松牙科都聽明慢慢的，伊變成等於兩期嘅伙伴咧。哦，真是對人客變做人嘅工作伙伴嚟啊！係，啊還有嘛有像有去一兩擺叫我查嘅人，然後人客佢開始講哦。啊，下班然後從參加唔同嘅活動，啊，去叫嘅，又變成即家認識嘅朋友嘅，然後嘛係講哦，伊哋都啱開始去叫我查嘅新人，慢慢嚟進去見外，但係可以來感覺會講哦，但係會有啲成就感啦。佢都越嚟越專業，吼，係咪啊？係啊係。啊，你即個要來看，去叫他查對你嚟講，吼。做一個兩期嘅教練一件事情，唔單止係新鮮嘛，對你嚟講，佢有乜嘅意義嘛？也去叫我查，其實等於是落去親戚啦，然後帶落去會講哦，嗱想我帶一家人，然後盧卡人，伊去叫我查，安尼再來屬於講，伊等對安全嘅部分，或者對去叫我查部分，還有乜問題，都可以去幫伊等去解決。安尼對他來講，我就有盡到家人的義務。那對於朋友來講，我可以帶他們去帶等去青島某樣地方，然後講帶等去出去運動，希望禮拜一上班嘅時間都坐喺辦公室，冇幾痛，啊等帶等出去弄，希望會帶也他家認識嘅朋友，哦，一啲幫一啲調來青島，然後帶佢帶他家人去冇較多某樣嘅地方去啦。也就係講。今年一個兩期嘅教練之後，唔單止提供其他人一個安全健康嘅運動嘅方式，甚至於講還可以借由一個機會帶動大家去認識唔同自家嘅客家嘅文化，人哋自家客家嘅文化，好認識無少相同嘅地方係安尼嘛吼。係冇錯啦，其實吼，但係較介意係大家人去對平等，慢慢嘅一啲老認識無用嘅上真的文化，然後到天面慢慢地帶到高雄，到台南，然後帶到去佢哋推動嘅片，帶大家去冇用嘅地方，係嚟較介意嘅味啦。就係講，就像我頭先講嘅，其實都差唔單止係啲交通嘅方式，甚至於講係認識世界嘅方式，認識人哋自家嘅家鄉，就對一個兩個輪開始，兩個輪子開始認識人哋自家嘅故鄉啦，吼。
今日啊，真是真欢喜，有这样多英文来收给其他的故事帮人听咧。这样底下讲，其实起脚踏车唔单止係一個交通的方式，也係認識自家的家鄉、認識一塊土地最好的方式。因為啊，起好多擺，失敗腳啊，視察呢又睇腳看唔到乜嘅東西，起腳踏車嘟好，人哋講咧，是數20公里的風景，就按嚟看，天天來認識自家的家鄉。今日啊，再一次感謝人哋英文帶來按精彩、按好的故事哦，多謝。多謝主持人，多謝大家，歡迎大家同來一起來起腳踏車哦。我要聽聽人哋英文教練強用去起腳踏車旅行之前，先聽聽人哋先生來運動一下吧。希望我哋福建來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